關石橋，大家都叫我關師傅嘅。嗱，我好中意去旅行嘅。咁我去過好多地方啊，沙漠都去過，不過咧都係即係去一去又唔係好深入，同埋個時間都好短嘅。但係今次咧話有66公里啊，咁我就好感興趣啦。咁仲有一樣嘢咧，就係因為咧佢係一個慈善行，我可以幫到人嘅。咁我最初諗咧就以為都係沙漠主要都係平嘅多啲嘅。啊，尋日咧，哇，又上又落，由頭到尾都又上又落咧，咦，都幾吃力㗎噃。嗱，不過我咧跑慣馬拉松咧，咁對我嚟講都唔係難。大家好，我係第一組嘅 Jessie 啦，咁好開心可以參加呢次嘅騰格里沙漠嘅徒步啦。全長咧66公里，我希望自己可以挑戰成功啦。咁呢個真係一個好大嘅挑戰，我自己都係第一次過嚟行嘅啫，即係開心嘅。都上沙嘅時候，沙丘嘅時候咧都好辛苦啦，但係都行過啊，見到啲風景都好靚嘅，所以都唔錯。Hello， 我係第一隊嘅 Sophia。咁咧，今次咧係我第一次行沙漠啦，好開心係第一組。咁我哋其實琴日開始咧，去嚟到呢一度騰格里沙漠咧，就準備行呢個66公里啦。咁咧，經歷咗呢度好曬好乾啦，亦都啲沙咧，因為同平時我哋喺香港行山好唔同咧，你尤其上坡咧，你上一步就會退半步咧，咁所以咧呢一度嘅挑戰性咧係比香港更加大嘅。不過咧，我好有信心，我哋第一組咧一定全組人都可以聽日順利完成到。到期時終點見，拜拜。我係第一組嘅 Mandy， 我今次係參加第2次嘅沙漠之行，不過第一次我行嘅地方唔係咁嘅，你係有啲沙石路咁。但係我今次嗰個騰格里咧，我覺得好靚風景，冚唪唥見到啲沙丘啊、城啊，踩落去咧係嗰種感覺係真係好天然、好開心又好寧靜。我覺得呢個感受都幾特別。我係第一組挑戰組嘅發仔，編號係1007。咁呢次係我第一次行沙漠啦，亦都係我想挑戰自我，挑戰我自己意志啊、體能啊、技巧方面嘅嘢。亦都係一個好新奇，我覺得好興奮嘅體驗嚟嘅。途中係一開始唔慣行沙漠嘅時候，當中嘅鍛鍊同埋同大家一個團隊嘅支持咧，就令到我可以支持到而家。成個過程睇到咧好多新奇、好靚嘅沙漠嘅景啊，或者動物啊，甚至係啱啱睇到個駱駝都好靚，全部啲景都係我前進嘅動力嚟嘅。咁所以就一齊行落去，咁就加油，終點見。Hello， 我係Team 1嘅阿 Tim。好高興今次參加咗呢一個沙漠行嘅挑戰，好開心大家喺呢個旅程入邊咧就挑戰自我，咁希望我哋嚟緊1日半嘅旅程咧，大家都一齊繼續努力啦，咁就可以完成呢個創舉。OK， 多謝晒，耶！好，我係阿榮啊，係第一組第03。點講啊？失預算咯，好唔掂。我喺香港都玩慣山，估唔到行一步褪一步，又係上坡。我睇見我太太上年行咧就沙漠，好似平路咁，但係今次原來啲丘咧好犀利，不值得人生一次嘅體驗嘅，即係都好值得嘅，好好感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Kingson。好高興今次參加第一次嘅騰格里沙漠慈善行，我哋係第3組嘅組長。今次嘅感覺都非常之正，同埋我感覺自己第一次都同埋有份做義工嘅工作咧，都覺得好榮幸，同埋幫到其他籌款有錢人嘅。